你敢有才调用台湾话伫面窗顶做一个大人的代志？你敢捌看过用台文写的科技幻想校园恋爱轻小说？反正我是无啦。毋过你凊彩掠一个日本人还是美国人来因若是想要用家己的语言做散开，还是用家己的语言讲卖甲闪热，甚至是用家己的语言创歌摔拍个实行的物件，拢是真自然的代志。一个正常的语言应该伫啪里啪里的西餐厅到亲切热情的菜市仔拢有人咧用，应该爱是伫咱生活中水的甲歹的组合拢有法度表达才对。所以为遮咱就知影台语的处境毋是介正常，安尼是啥物人会当来解救呢？无人，所以咱敢若会当靠家己。我是单火子，会使叫我阿火。我想要用台湾话做100项代志。我甲你讲，咱遮的台罗战士有一个足大的困扰，咱要用全台语过生活，实在是伤困难啊！我凊彩举一个例哦，你若是要用台文拍电动，收啥通拍？我知影，聊天顶无啊。尾要是爱用中文还是英文啊？无你是叫台罗战士拢袂使拍电动呢？所以咧，伫遮怨叹，敢对有台文 game 家己生出来？歹势，哪想袂好啊，不要紧啊，拢安尼啊，无人替我生，我就家己生咩。所以缘投佮飘撇的火子，决定家己来救家己。我想要用台湾话来做100项代志，互咱会当较紧伫生活中处处通好用台语文，毋免切换做其他语言，就会当过日子。我嘛会甲这个过程分享互大家，互大家罔参考，凡说会对恁有帮助。上无互恁罔看配饭嘛好啦。大家若是对我的旅程有兴趣，就紧约订我的频道呢。好，大概就是安尼。我是火子，你的网络好厝边，咱就后一期影片再相会，拜拜拜。